开始拍。娃娃，number one，number one，哎，对啊，60。相国之心。哎，阿姨，你干嘛啊？
终于回来了，是没跳好，没跳好。啊？跳什么跳？我没跳好是吧？我没跳好呗，我跳的最说的去哪儿了？苏大爷来了，去整去嘴儿。刚刚那两个就被直播不好，影响不好。噔噔
Hello。巴勒温度好高，这个曲子也很高。这个拉姆娃穿了，给他聊错了啊。跳过招呼。就随意穿了，不是穿队服。星期六应该要穿，星期六应该拥挤礼物嘛，有可能那天会穿。所以我昨天正装的时候拍8K， 星期三、星期六拍8K， 反正也拍不了多久。小罗回来，哦不，雨珠，我看错了，我穿的是小罗的服装。我以为小罗在拉萨的嘛，我是说小罗应该在拉萨，应该没有啊，那么快就回了吗？就旁边穿白色衣服，没事，没有。玉珠、小西西，对，他从旁边走，我以为是小罗，没看正脸，我看了背影，后面一看是玉珠。请充电。哎呀，丽丽来了，咋办了？没电了。你一来就没电了。我一来就没电了。对啊，你差不了多久了。只有这个影响的嘛？哦吼，没有了，咋办？搞忘充电了。再去拿一个，有2个了嘛？电量不足，请充电。
放小一点的嘛，声音放小一点。哎，不行，等会儿用你那个噻，那个不，另外一个，他那个他他有个的，来没有？他我的时候他用他那个音响，好像声音开小点可以继续。哦，对，用传呼的也可以，声音小一点。赞美雪山这个是声音开小一点，因为那个电不够了，没充电。还有阿布去拿那个另外一个音箱去了，有2个音箱。手机后面是冷卡3档多 G， 然后等值后面是拉错，第2个是后加膜，第3个是举升，第4个舵儿，第5个羊血儿，第6个糍粑，第7个曲墩儿，卖衣服的，第8个是拉木啊，后面是爬头木。丽丽来了，你在。苏拉后面是电量不足，关机了。阿布去哪去了？电量不足，请充电。哦吼！去哪去了？电量不足，请充电。声音再开小一点。来了，拿过来了。这么快？这看我，
把卡取出来就可以了。买了一堆的嘛，买2个。以前2个一左一右。这条那个没跳，没跳那个。老5老6，说2个人。23。我们俩骑。太兴奋了！太兴奋了！啊，我打了一点。赞美雪山那个跳出来。Yo
快来呀！这都空了，这地方。无事无人。这瞧不得了，电也没有了。啥？谁见这拉白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。대게 리빈 주네 연주 딜라 쳐서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쳐라 봐요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쳐라 봐요 소야라 바고 자히고 뭐 누구 쳐라 봐요每朵浓蓝江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蓝秋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蓝秋，错了呀，公鸡家不天边有那祖宗。天边进来悠悠。哇！这哈，对。不行，好好跳，哎，不行，好好跳，啊。
就这点点不能。这个歌不是你不喜欢那个歌嘛？你不喜欢这首歌而已，你想动作快点的。对，我们准备了，这和苏拉在一起。Yamanya ko banira do te
我
好久没来，3年了。那是吧？女生心衰。
这叫啥子歌呀？哎呀，都想不起来了吧？很熟，都得跳，没人没跳。真的是要去考起来，去了。
你们啥意思嘛？我听到啥子？9:10。你要回去走？啊？下个月过了冬至走。还不晓得，反正1月份。你不得过春节？不存在啊，春节烧酒，不要烧2月20。结束了。拍张照可以吗？你这没手都给你点赞了是吧？对。你要一起给他拍吧。结束了。那个后面那个女孩子是哪个？哪个？你屁股后面那个起头。不可以。开始跳的时候呢，有个小朋友，还有个女娃娃在后面。啊，用不到。